讲到这快台汽车欠命这今日开始卖第二轮咯。不过这届确实无啥人去排队，另外囡仔通领这免费快台汽车范围搁再掠搁较大咯。2015年9月初2以后出世的囡仔，拢有资格通好领。另外，高中以下学生学校也会分4支免费快台汽车。新名这快台汽车第二轮车6开卖，台北市中山区这间药局并无出现大量排队的人潮。就算讲同一天嘛开放2015年9月初2以后出世的儿童免费领，开卖进前嘛只有2个人来排队，甲第一轮抢市的状况是差真多。购买人潮没有像第一轮那么多，相对是只有少数几位早上在开卖之前就来排队。那系统会进行判断，就是他符合0到6岁免费领的时候，系统会跳出提醒，他可以领取免费的快筛。那我们就问民众需不需要先领免费的，额外有需要再买第二轮的部分。这摆每间药局分配快台汽车为78份增加到117份，另外国小到高中也有5转前3年的学生，买使伫学校免费领4支快台汽车。不是那么的踊跃了哈。今天早上哈卖完的8家哈，总共卖出了6万1，免费领的大概都维持2万左右了哈。不过我还是呼吁，可以领的还是尽快来领。我们到6月底而已嘛，一天如果是2万，或者是3万，那这样其实我们只有30天可以领的话，也不过可以领到差不多80、90万。但市长表示，儿童免费快台汽车目标是124万份，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赶紧来领。药师提醒，无论是公费快台汽车，也是儿童免费快台汽车，拢要按照身份证尾号来分流。记者郭文耀随台北报道。